后个月就是旧历过年是龙年，那这新德县客家文化保存区邀请艺术家用12生肖内面的龙呢，创造这古水的艺术装置，来将塔贵园区变甲真有龙年的特色。今仔日特别开放予民众来遮体验。把手徛在厝顶演奏好听的音乐，边仔竟然出现龙头。另外一边，搁一只古锥的小龙，趣味的艺术装置，大人甲囡仔拢紧看，小真翕相。龙的爪子和龙头都非常的可爱。就是很喜气啊，因为今年是龙年嘛，然后我就想说带孩子出来晃一晃，看到很多这个龙的那种装饰品装饰，我觉得很可爱，然后很应景，很适合就是龙年的时候来这边走走。占地1.6公顷的新德县新社厝，是全台湾第一个客家文化保存区。迎接龙年到位，今年特别邀请艺术家利用12生肖的龙，打造装置艺术。龙的头、身躯、尾溜、四线地，园区内要甲民众耍美小吹。配合龙年龙来了，我们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哦。我们这次找了装置艺术的艺术家呢，在我们的新瓦屋总共有14组的一个艺术雕塑就是针对龙的部分来做一个主题。那各式各样的龙爪啦，或者龙的造型可以让各位民众呢来到我们新瓦屋，可以来寻龙客家建筑加上古锥艺术装置，民众感觉真趣味。包括新德县客家文化保存区，提早充满龙年过节的欢乐气氛。记者刘君和新潮报道。